最近有民间团体侵入社区来进行社区家护动物的调查，望讲能透过调查来了解社区饲动物的状况，嘛先算甲正确动物保护的观念，小解互民众了解。 新北燕山里的志工一户去拜访，访问民众饲宠物的状况，顺续宣导正确的养饲观念，关注动物议题。民间团体甲社区进行社区家护的动物调查。民间团体表示，透过调查会当了解社区的宠物分布的情形，也会当宣导正确节约安静片的观念，互民众知。 民团指出，因为常常有的主人饲的无爱饲，就乌白甲宠物放杀，引起笼动鸟狗的数量愈来愈多，所以民团先对社区邻里开始调查宣导，希望互民众建立好的动保观念。 家护的调查一定势在必行，因为咱台湾近20-30年来所产生的问题是讲，咱无法度将按咱这社区内底吼的动物的问题嘛，所以这个时候咱也无好好了解咱这社区的动物的情形吼，以后也出代志，其实足麻烦的。民团的调查显示，新北燕山里的狗仔甲猫仔有超过70%拢有节约安静片，因认为做这个调查会使了解社区无节约安静片的动物数量，然后会当对源头控制，避免笼动动物的数量增加。 若准主人乌白放杀，才通知影找啥人开发。有这款调查嘛，通做好传染病防疫的工作。新北市动保处表示，透过这个调查，嘛，互因愈了解社区动物的状况。动保处嘛表示讲，未来协助社区建立认养动物的据点，协助社区宣导正确的养饲观念。由里长去做这样的一个宣导，让里民能够在第一时间知道说，哦，猫狗不能弃养，街头有一些流浪猫狗，民众也会更知道说，哦，这样的问题其实可以找里长，里长会更进一步来协助，来跟我们的公部门来配合。民间团体嘛强调，因协助各县市社区家护动物调查已经2冬，认为这是会当执行的。因也呼吁中央政府应该爱辅导社区里长有正确的观念，促进愈侪社区同齐来参与家护调查甲观念的宣导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林新北报道。